台南市各区里总共成立414队防疫志工队，早至6月，总共动员13000外人次，清除91000外积水容器，为表扬各区里防疫志工的辛劳贡献。市府卫生局23日举办113年顶半年度天九类防疫职优团体颁奖典礼，由市长黄伟哲亲自颁奖表扬。礼券7500元，恭喜！坚守到现在没有发生本土的案例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各位。为什么市长会这样讲呢？因为台湾之外很多地方都已经疫情很严重，以像新加坡那么效率那么高的一个国家，城市型的国家，今年已经有1万多例了，已经有10几个过世了，13个还是14个过世了。那以这个巴西已经有950万例了，巴西就不要再去南美洲了，中南美洲了，还有印尼、泰国、马来西亚，通通都爆发了比以前更严重的登革热的案例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好几个台南市有14个境外移入，有从印尼回来的，有从泰国回来的，有从马来西亚回来的，那事实上都在那边，你看去几天就被感染了。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，能够小心。卫生局长李翠凤表示，台南市今年到目前为止，并无本土病例，境外一例累计12例，拢是由东南亚入境。呼吁民众伫国外期间，一定要做好防范的措施。回来后也需要自主健康管理2礼拜，若有疑似的症状，需要赶紧就医，并甲医生讲相关旅游史，才会当早期诊断、早期防治，防止境外一例病例发生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